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人讲台湾是宝岛，四季如春，无论倒一个季节，都有好食的果子。古早有一本歌册叫做《台湾民谣情歌集》，内底用果子来做小报歌，采取真侪字句，歌词拢真赞。讲样道，说样道，国情先扣样道一拍歌，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来研究，咱来参考一下。这拍诗句连讲样道开花先山有，帆船过海半沉浮，毋知娘厝在何处？较惨互娘袂着福。国情啊，时常咧讲即个诗句连，眼内所看，见景伤情。头前两句主要看即个景致，天然的山水。各种大自然的造作，咱拢是咧讲道句的尔。见面讲样道开花先山有，若帆船过海就半沉浮。讲这要创啥？要紧就是咧讲后壁即两句。讲我讲山讲水，我实在要问讲，毋知娘厝在何处？我较惨，互娘袂着福。袂说讲你用鱼啊水互我食共款，我安尼心肝拢对你行，连恁兜一对我都毋知，这叫做相思啦。相思病甲毋知人啦。即马有一句台湾话，民间咧讲，我真正衫着顶八卦，对你真沉迷，真沉醉，对你真正有意向啦。这是男性对女性咧讲嘛有女性对男性咧讲的四句联。样道讲完，咱换来看梅花四句联讲，梅花开头顶面芳。阮厝是有四大人，娘仔暗情甲哥讲，起骹动手先毋通。这四句联见面讲，梅花若当咧开的时阵，顶面芳，芳味对面来。我主要要甲你讲安怎样？讲阮厝是有四大人，简单讲人阮厝内阁有四大，阁有爸母咧拍算咧。娘仔暗情，我细声甲你来提起。起骹动手先毋通，这起骹动手毋是讲假拍，毋是啦，就是讲你对我有意向，实在我心内对你嘛有几分的爱慕。毋过你毋好安尼骹内手内要甲我米高想，若有意向者，阮厝也有四大人，就是讲咱来明媒正娶，就爱来阮兜好好啊，含我的四大人来讲啦。梅花讲完，咱来讲梅啊，四句联讲梅啊好食，酸稳稳；样道好食，加润顺。若无甲哥共床困，因何苦大长三分？梅仔好食，有影酸稳稳咧。共款拄咱伫咧讲样道好食，原来是酸气，所以食到会加润顺。心内对哥实在真意爱。讲坦白讲，若无甲哥共床困，因何苦大长三分？苦大下落长三分，明拄明，真知影讲这就是相思病甲消散落吧。